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的红龙度假提供便宜，从我顺头嘅小朋友係來自台南安南區嘅福順國小嘅小朋友，然後今日紀錄片嘅普遍嘅推出哈，趕快跟大家打個招呼。卡巴卡巴，新早，萨瓦迪卡。哇，你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你們用的是哪個國家的語言？我說的是印尼語，我說的是越南語，我說的是泰語。完全都不一样的国家，对不对？不过你们说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语言，也就是这个语言的国家，其实是台湾很多移工朋友的家乡哈。所以如果他们听到你们用这样的一个语言跟他们打招呼，一定会觉得很亲切。那当然也跟你们今天的作品有关，所以你们今天的作品名称是《你好，移工》。哇，看起来很有精神。我知道你们拍这部片其实花了很多时间，也收集很多资料。来问一下，你们还记得在台湾的移工有多少人吗？67万人。答对，所以你没有忘记哈，太好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大家来看这部作品哈。所以绕起来，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共下來看幾條嘅紀錄片。你好，移工。我们的家乡位在台南市的安南区，这里有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还有4个工业区。仔细一听，咦，这些人说的是什么喵星语啊？喵。鱼缸哦，鱼缸是有啦，啊，不过这鱼缸是足久就有啊，后迄个。越南的啦、大陆的啦、印尼的啦，哦，啊，拢含阮咧做啦，后好后歹啦，后尾食好斗阵的啊，啊无好斗阵的嘛有啊，拢有啊。伊讲都含阮拢做工课尔，其他因的生活咱就唔知啊。除了工作以外，移工休假日都去哪里呢？对，莎莉姐姐带我们探访印尼移工的秘密基地。食物颜色很缤纷，有甜的，有咸的，也有辣的。我们还体验了印尼口味的水果冰 DIY。莎莉姐姐邀请了印尼的阿万哥哥，带着我们去参观移工的杂货店 Indes。这个带完件，这个如果卖是到底多少件，算多少件，到那里。里面有许多印尼的香料、零食和食物。做什么可以吗？做什么打开？咖喱泡面。这边有咖喱。例如，印尼移工最爱吃的泡面。刚刚我们是这种。有的是木薯饼，有的是虾饼。印尼移工最常去的祈祷室，穿着伊斯兰教的传统服饰。对着墙上的任意门拜拜，那个是代表清真寺啦。一边跪拜祈祷，一边吟唱。哇，不用香真是环保啊！他们希望可以盖清真寺，所以去募款。阿万哥哥也是这次募款的发起人之一。阿巴卡巴，sama saya Tianli。阿巴卡巴，sama saya天宝。你为什么要来台湾？为什么我来台湾？如果来台湾是来赚钱，工作赚钱比较。工作有当网，装的当网。你一开始来台湾，在工作的时候。都骑什么交通工具？我刚来骑小单车，还是跟朋友一起骑。那你之
后怎么会想要把它改成电动车呢？电动车比较好啊，重点就好了，不用那么累了。因为工作很远，工作很累，还有车带车，比较累了，这样比较快。那你来台湾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工厂上水杀掉了，今年了。杀掉了。对，那个不会忘记。那你会怀念你的家乡吗？为什么？有，因为柬埔寨在印尼啊，我们会想印尼啊。你有想念你的家人吗？有，现在想老婆，想 baby， 一定是想 baby。你平常都怎么跟家人联络的？我们有 Line 可以 ，Messenger 可以，还有一个 WhatsApp。可以请你打电话给你的家人吗？我看看哦，有没有这样。Jatuh duduk ya, awas jatuh kaki, kena kaki awas. Duduk. Gak usah naik, duduk. Oi, dud. Lihat roti nih. Lihat kue nih. Mama. Kotor, Yun. Enak. 他说很想你。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家人，移工们却只能透过通讯软体跟家人联络。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移工们离乡背井来到陌生的地方。虽然国籍、饮食跟宗教信仰的不同，让我们和移工有了些距离，但住在同一块土地的我们，想念家人的心情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认识家乡移工的方式。你身边也有来自异国的朋友吗？下次遇到，你也可以试着跟他们打招呼。我教你阿巴卡巴，你好吗？哇，再一次看到大家的影片，有没有觉得当时拍摄的那个回忆涌上心头？有，对不对？而且当时其实整个过程是蛮辛苦的哈，所以了解 Andy 今日嘅纪录片咧，就得透过声音嘅观察看到移工圣白帝都某强嘅面相哈。今天你们这个拍摄团队其实有7个人，你们今天算是代表团来到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就是我们的小马老师。大家好，我是佛山高小嘅小马老师。耶，欢迎老师，今天很开心，大家可以来到这边一起来分享你们的纪录片。你好，移工，不要这么严肃嘛，笑一下。他们真的很可爱。其实说真的哈，其实拍这部片我特别有感触，也特别觉得有意义，因为等于是小马老师也好，或者是我，或是我们，真是跟大家一起经历了很多的时光，尤其是在这个陪拍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像影片里面提到的，因为和顺国小在安南区，好那个地方有4个工业区，而且算是大工业区，所以等于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很容易就会看到移工朋友的身影，对不对？我知道点玲你在加入这个团队之前，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有注意到移工了，对不对？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我每天下课的时候都会到我家河堤附近骑脚踏车，有时候会看到一群移工朋友在那边烤肉。一开始我只以为他们是一群外国人而已。所以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田调的时候，鼎玲还说，她说姐姐，我带你去那个。对，结果后来我们真的有去，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移工在那边烤肉，就刚刚好没有啦。好，这是点零。来，陈恩嘞，我上学放学就爸爸都会骑机车接送，对，然后有时候我们都会在校门口看到移工那个骑电动车经过，是。然后我就很好奇，问爸爸为什么他们都是骑电动车，不是骑机车？原来是雇主担心移工安全，所以让他们骑电动车，没有要让他们骑机车。是，但如果台湾没有交通工具，会很不方便。对，所以移工们都会骑电动车。所以你观察到的是交通工具的不一样，对不对？其实这个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因为我自己到了台南也才发现说，哇，他们的那个电动车每一辆的这个造型都非常的特别，然后如果摆在一起的话，根本就是一个电动车的造型秀。来，颖彤你嘞？我也跟肖承恩一样，常常看到移工骑电动车经过校门口，所以大家都会发现到电动车所以其实是代表在安南区真的很多移工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车。对，那像是小马老师，你自己在和顺国小教书很多年了，也在安南区住了很多年，那其实移工到台湾等于是已经33年的时间了，所以在生活里面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移工的身影，尤其是像他们等于一出生就是在移工跟新住民的社会，跟我们两个小时候的生活经验比较不一样。那你的观察呢？其实我来安南区这边大概15年，大概任教了15年的时间啦。然后一开始其实，在整个我们和顺工业区那边的安和路上，其实大概就5、6间的东南亚的商店或者是餐厅而已。但是这10几年过了之后，我发现整条路上多了10几20间的那个东南亚移工的餐厅啊，然后或者是超商这样子。那我就在想说，移工的东南亚那边的文化，其实已经慢慢在影响我们家乡的一些样貌了啦。可是我有发现说，就是像我自己本身啊，对，我自己其实不太敢进去那些超商或店家，是，对，然后甚至朋友们，我问他说啊，你们有去过吗？他们说没有我说你们敢去吗？都不敢。为什么呢？我在想说，可能我们对他们都有一些刻板印象，像是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比较吵闹或者比较肮脏。甚至是觉得他们是有危险性的。对，其实你看听老师这样讲，我觉得我的感触也很深。就说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移工在台湾很多年了，但是好像还是会隐隐约约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那种，你知道带着歧视的那种刻板印象。像老师刚刚说到什么吵闹啊、肮脏啊，我自己同事跟我分享的例子就是说，他们想要找一个印尼的移工，但是那个仲介就会说，要注意他们可能会偷窃那如果是越南移工，那就要注意他们可能会耍心机、小聪明那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所以小马老师你更有感，对不对？真的，因为像我前几年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电视新闻上听到那个主播说和顺工业区，我眼睛就望过去，讲到和顺结果没想到是在说8个青少年。然后他们在晚上无聊然后就躲在那个工业区的路边，然后埋伏了几个移工，然后他们对他们丢鸡蛋，还有鞭炮。然后虽然说那些移工他们是没有受伤可是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惊吓。然后最令我有点沮丧的地方就是说，当我看到新闻上面的那几个青少年的身影的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是我曾经教过的孩子。那在当下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这些孩子们，他们对于移工是不是抱着有刻板印象，觉得他们弱势、好欺负？那如果是一般的台湾人，他们敢这样做吗？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能够带着孩子们呢，对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周遭的这些人事物，能够更多的认识，然后我们拍着这个纪录片，是不是大家都对于东南亚来的这些人们就会更友善，而这样的冲突也就会减少。
对，听老师分享这个新闻，说实在，听起来心里是痛痛的，所以我可以很理解小猫老师的心情。我觉得就因为有这样的刻板印象，然后你对这样的事物贴上了标签之后，真的就只能靠你更多的认识跟理解，才有可能减少像老师刚刚说的歧视或是误会。不过我知道老师你想要带领孩子们去上一堂这种所谓课本没有教的这样的认识移工的课程，其实很困难，对吧？其实我们一开始我跟团队老师彩勋老师是觉得应该蛮简单的啦，可是真的执行之后发现很困难，因为移工这个词在正式的课程里面其实很少，那所以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网络上啊搜寻一些资料，或者是有关越南啊、印尼的这些的历史文化，然后可是呢，发现当他们在阅读这些资料啊，或者是统计数据的时候，他们是很陌生的，而且甚至是无感的。那我们就说惨了，那我们该怎么继续下去？然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是对，然后透过亲身的体验，对，然后去走过这些移工的生活环境，对，当孩子们跟他们面对面去走入他们祈祷室，跟他们面对面沟通的时候，哇，孩子们整个都有感起来了。对，小马老师讲的就是一种有感教育，就是我们一直在课本上面读，不如我们自己亲自的去亲身体验，这个部分我也都有参与，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哦。来，大家回想一下，还记得吗？我们在田调的时候，我们去看了好多的地方，例如假日的时候，这个印尼移工的信仰中心祈祷室有没有？然后还有去他们购物的地方 shopping mall 国宾大楼。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吃了好多东南亚的美食，而且他们其实蛮辛苦的，还学了东南亚的语言。问一下点玲，来这个田调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印尼祈祷室吃到的水果冰，因为它里面放了各式各样的水果，还有冰块，而且他们还用了他们特殊的红色糖浆以及炼乳，让我觉得很好吃。而且他们还有在重要节日才会吃到的姜黄饭，它的味道非常特殊，我觉得还不错吃。对，所以点玲对吃是蛮关注的，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现场要准备冰的时候，他就是直挺挺的看着那个冰，等一下就可以品尝了哈。来，那承恩呢？我对祈祷室的声音印象很深刻。我们事前做过功课，知道伊斯兰教跟我们台湾人的宗教不一样。他们不能吃猪肉，信奉真主阿拉。对，我们第一次去听祈祷室的声音，他们的声音讲得很大声，然后祈祷的内容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其实承恩讲的，我自己感受也很深，因为我自己去土耳其旅行的时候，他们也是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然后在祈祷的时候，那个清真寺会放出那个唤拜声，就是提醒大家要来祷告了这样子。但是那天跟承恩一起在祈祷室听到现场的声音，还是觉得比较震撼。好，那这是承恩的部分。尹彤嘞，我最喜欢吃他们的炸蔬菜饼，还有当天协助导览的阿万哥哥也很亲切。真的，那个蔬菜饼我自己也很喜欢吃，跟水果冰比起来，我比较喜欢吃蔬菜饼。不过就因为这样子，整个有感教育，这整个田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算是我们真的一起直接的面对面，我们认识的这些移工朋友。说真的，我第一次知道小马老师要带你们拍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困难。我其实是蛮担心的，不过跟他们接触之后，我发现他们的学习力很惊人。那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找资料，或是学习如何操作摄影机、空拍机，我觉得你们的进步很快耶。所以接下来呢，我要绕强力手语改用亲朋友小马老师，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幕后治理。好，往上。台湾有当多声音独特学习，透过人像讲故事。台南放送过小嘅声音每位挑战透过人像来讲故事。老大家讲，佢哋係用人來藝術義工。台灣已經有當到義工相關議題嘅報道。不過，你係咪有想過聲音嘅觀點係乜嘅？透過聲音嘅角度，你做得看到乜嘅？所以，我決定配定佢哋強下完成列出作品。我
第一次看到义工是因为我跟妈妈去买饮料，然后发现义工在旁边讲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以前都是说外劳，我感觉外劳好像有点歧视。有时候可能在菜市场也会看到什么一些场所都会看到，他们就外国人，就想着他们就外国人而已，就也还好。昨天的进度超慢。不会啊，我觉得进度蛮多的。你们讨论片名，讨论要不要旁白，然后讨论那个阿嬷要不要进来，对不对？可是旁白讨论到一半而已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旁白到底要不要。因为大家意见不同。如果没有旁白的话，你不觉得怪怪的吗？如果有旁白，又是觉得剪接是会很麻烦。然后那个编剧又说，因为我就说没有旁白要怎么接到下一个，除非你有什么画面可以让他接嘛。啊，然后可是编剧就在那边说那个，可是一直用旁白太无聊了。哦。然后他就想说再另外想办法，啊，然后就卡了一段时间。没关系啊，这就是拍纪录片的过程啊。你们昨天只有讲到前面，对不对？那你们一开始我们上次前几次讨论的内容，其實義工了隻題目對成員來講，當輕當難，很談是講佢哋冇去讓片嘅經驗。唔知禮拜嘅作品會順利完成嗎？是畫面嗎？畫面這一張是這一張。好，這就是我要再講的第3個部分。我們之前討論了2個禮拜，你們只討論第1個部分、第2個部分、第3個部分。移工的生活討論了沒有？還沒。啊，所以我們今天好不容易要拍移工的這些東西，你們完全沒想法，對不對？然後就來這邊要亂拍了。是要宣告給全國的人知道，說安南區就是有這些，就是很多越南美術館，人家都是第一次看。所以又是哪一間啊？包括你要哪一間呢？你介紹一下。我沒有被介紹。為到去讓片，佢哋去參訪東南亞街區。原來到大家都熟悉嘅台南，有一隻按摩熟悉嘅蔬菜。我們昨天有學印尼文的打招呼是什麼？卡巴卡巴。哎，一起，1、2、3，卡巴卡巴。好，Hello，阿巴卡巴，來，請大家。跟你講哦，現在都很多人要後補進來，啊，你如果等下表現沒有到該做的事情的話，那到時候我們就換你。啊，他們其他人，你知道到時候都其他人就是圍在這裡做，你要維持意識。老師現在在跟點玲說，很多人後補，他如果等一下不夠勇敢，沒有好好表現，老師要幫他。小心地上。勇敢去做，你可以的，而且你平常講很多話，好不好？你都很敢，好，不要怕，你不要先怕，你怕了就什麼都幹出來。你看剛剛那個北北說什麼？他很熱，但他在現在錄影而已，好不好？那我要跟他做面積，還是我去做牆壁？做牆壁，沒有我會太害怕。對，沒錯，這裡是伊斯蘭教的信徒，也就是所謂的穆斯林，他們會來這裡禱告，或者是有時候他們也會用中文講，說是拜拜，就是進行一些宗教儀式跟宗教活動的地方。這個祈禱室它是台南一個最久的台南印尼同鄉互助會成立的。我比較需要，那我可以用這一支你要再使用的話，我們回去學校再用，因為還要再安裝 APP 什麼的。成日度全5世嘅文化度，是印尼僑美嘅水果餅。天涯穆斯林多個歌唱，看到東南亞超市度各國各種各樣嘅食品，關於下來嘅文化體驗，佢哋對自家嘅作品未有嚟想象。有点。你为什么很紧张？因为我不认识张妈妈。他最好紧张，我去送的。那你今天也要负责访问？我访问他就好了。OK。那个完全不会紧张。哦，好。所以访问张爸爸会紧张，访问义工会紧张。对。那访问同学不会紧张？阿万也不会。阿万也不会。当事人最不会紧张。对。那我们来加油一下。怎么样？1、2、3，加油！可以讲。
那这样子会不会这样 OK 吗？你看一下这颗头，哪一颗？这一颗。有影。松吧，这一颗是看他，看他。不知道会不会拍到那个视频？看这一颗是，对，看你。哦，他火爆。对，他没有这个。请问张警长，你和移工的相处如何呢？和移工的相处就是跟台湾人都一样，都不会，大家都不会去说他怪怪的，也不会说他，就是不会去歧视他，大家都不会。应该都是奇怪的吧？哦，这个有声音。后面的没声音。啊？后面的没声音。来。还没开。没有，这没声音。他陈玉瑞的。他拍手了哦。昨天老师都差点哭了。我们昨天所有人快哭了，我们可能要再重拍一次。因为昨天只看到这个答案。陈玉瑞没有关系，没关系。来，所以在张景成，应该是说陈洁敏，你看一下哦，这个只要是 你们看一下，注意一下 MVI 的这个档案，它只要这个档案叫做 MVI 的，尤其是6月11号拍的都没有声音。所以我们现在剪接是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的声音踢过去，把只要留音档贴到这里去。然后看你们要从哪一个开始。这也是刚才军老师。我们先分那个吧，那个叫什么？拍照，拍什么？你们现在干嘛？我们现在在等那个东爸爸资料。都在等影片，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先来讨论一下你们的片名。好啊，慢点也可以喝啊。5号。移工9宫格，比如说你又以移工为中心嘛，就会拉出他的很多生活或是他的娱乐，就是我们平常不会接触到的。就是你要跟人家认识，你会第一句话应该先跟人家说你好嘛。哦。所以我们这部影片就要让大家认识移工啊。那印尼维尼号怎么讲？想一下，阿爸。迄礼拜日，俩群成员又动到个跳一摆喊日东南亚街去。跳一摆那是也人机，跳一摆采访配音，跳一摆恐怖，跳一摆做土壤，跳一摆剪辑。按倒个跳一摆剪辑出佢哋人生风格跳一出纪录片。我想无论成功用人，透过礼拜翕纪录片，成员啊学会用人透过人像记录佢哋生活风格事物，表态上嘅讲嘅故事，留下珍贵嘅经验。等下是演演下来哈，小朋友的整个幕后之旅哈，浓缩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面。但是我现在再看到你们，我觉得你们都长大了，跟我在片中看到的已经有一点差别了。问一下点玲，刚刚在那个幕后花絮里面呢，会看到你在讨论那个脚本跟旁白的时候很痛苦，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们本来已经快想不出来了，然后我们突然有讲出了一些，但是又不合理，所以常常会被大家打枪。常常会被打枪，而且还有哦，我发现你很喜欢跟我同组。对啊，这样我才不会紧张，比较有安全感，随时都黏在我的身边。可是你在采访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敢看人家的脸？对啊，因为我很怕忘记题目，所以一字不漏的看着稿子，都忘记跟受访者互动。但是这一点被大家提醒了好几次，下次我会记得。老师他好感人哦，对不对？他就知道自己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对不对？那我要问你，那如果我们要再拍第2部纪录片，你还要当访问的人吗？不要，我想当摄影师，这样就不用记题目了。怎么可以这样？当摄影师很辛苦，要学习如何操作机器，其实那个不容易哦。哈，我们问一下承恩好了。其实承恩呢，这个有跟我讲过哈，说因为为了拍这个纪录片哈，有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休息，假日也没有假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很值得？有，我们拍摄就拍了1个礼拜。然后剪辑大概剪了整个暑假。哦，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还学会了不会的技能，例如空拍镜头带着我的视野，让我看到更辽阔的世界。所以承恩的收获也是非常的大。不过我想对小毛老师来说的话，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如何拿捏这个适当的介入，又不可以过度的介入，对不对？真的，我跟彩勋老师都会觉得说，这一部作品啊是孩子们的作品，然后我们也不希望说，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一样嘛，就是老师说什么，然后耳提面命，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希望说这个是孩子们他们能够自由创作的一个作品，对，所以像题目啊、脚本啊，都是他们小组在中午不断的去讨论思考出来的，他们整个花了整整暑假一天剪了快8个小时，哇！他们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觉得哇，他们精神也很感佩啦，对，很坚持到最后，然后所以我们才会有这部《你好，义工》啊，我觉得好棒哦，真的很感人。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没有录到声音，然后另外一台影像失焦的夜晚，那天台南刚好下雨，老师还在雨中去跑步。我想说老师是太沮丧，但现在看到的是成果。最后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最大的感想？都做完了。我觉得我的最大感想就是，那他们义工从这么远的地方带了他们的文化来跟我们交流，这一点让我觉得很厉害。OK， 文化的交流，来承恩。拍片前我就有听过爸爸妈妈说过义工这个名词，然后也有看过他们被新闻报道。OK， 拍片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来这边工作，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他们的饮食文化信仰是什么。是我之后还可以再遇到这些义工朋友，我就会帮助他。如果他听不懂的话，我可以再多讲几次，讲慢一点。因为他们来这边工作真的很辛苦。其实承恩这个讲的，他之前私底下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说，如果以后再遇到义工，他讲话他会把速度放慢一点点，就是更体贴他们一点这样。好，来颖彤。因为其实我还没拍片以前是有点害怕义工的。但因为这次的拍片有访问到他们，跟他们接触，就比较了解他们，也没有那么害怕了。好哟，所以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因为就更认识他们了。来，这就是他们的感想。那小毛老师嘞？我真的觉得说在台湾的这片土地上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环境啊，然后人口组成里面，然后有原住民啊、新住民啊，甚至移工，还有新二代等等。那像我自己本身啊，也是从高雄到台南的移工。是。那像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也有从台湾到日本的工作，所以这些移工们，他们其实也是很辛苦。他们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带着他们自己的文化，来到我们台湾这片土地来生活啦。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着孩子们他们所拍的这个安南区和顺工业区有关移工的一个纪录片，这是一个小小的起点，然后对东南亚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认识。那我相信台湾的这片土地未来，或者是甚至他们未来工作的环境都会更友善、更和谐。是，我想今天嘞，透过你们的纪录片《你好，移工》嘞，不仅是看到这个纪录片的成果，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看到孩子们开始学习观察这身边的人事物，而且进一步的关心台湾这片土地的第一步哈。那节目的一开始是因为透过你们的纪录片呢，来看到你们眼中的移工朋友，3年下來咧，繞牆大家咧，向下來行業營業家庭外食看護工嘅營業。Nama saya Tini, saya seorang pekerja lansia, menjaga Akong yang sakit kanker. Setiap hari saya bangun pagi karena perlu melakukan banyak pekerjaan. Setiap melakukan pekerjaan, saya perlu memanfaatkan waktu sebaik-baiknya. Setiap gerakan harus lebih cepat. Karena hari ini pergi menemani Akong kemoterapi, Akong 1 minggu pergi kemoterapi 1 minggu 2 kali. Setiap kemoterapi harus menunggu antrian yang sangat lama. Karena kemoterapi, badan Akong tidak begitu baik. Saya bisa menghiburnya karena Akong selalu memikirkan sakitnya. Juga saya mendoakan. Waktu kemoterapi, Akong membutuhkan waktu yang sangat lama.
saya menggunakan waktu itu sebaik mungkin. Obat Akong harus dibagi 2. Ada yang dimakan sebelum makan, ada juga yang dimakan setelah makan. Akong setiap hari tidur siang. Di waktu ini juga saya istirahat sebentar. Hanya saja saya tidak boleh beristirahat terlalu lama. Akong perlu makanan kecil, boleh makan suplemen. Saya akan beli makanan kesukaan Akong, tapi saya tidak berani pergi terlalu lama karena takut Akong jatuh. Tubuh Akong tidak begitu bagus, perlu menjaga dengan hati-hati. Walau saya setiap hari sangat lelah, tapi saya berharap saya bisa menjaga Akong dengan baik. Jadi saya kerja dengan lebih keras lagi. Tanggung jawab saya adalah melakukan setiap kerjaan dengan baik. Harus menjaga Akong lebih baik lagi. Menemani dia tua sehari demi sehari. Nama saya Tini, ini adalah pekerjaan saya setiap hari. 看睇天呢介是呢介短片咧，你上來分享你哋同介裏邊，佢是來分享嘅係國際勞工協會嘅天話嘅知青研究員秦榮優小柔。大家好，我是小柔。耶，欢迎小柔。聽你咧繞牆嘅係呢個義工學校140的創辦人秦凱翔，歡迎凱翔。大家好，我是凱翔。哇，这个小柔跟凯翔都好年轻哦。不过其实投入了这个移工的议题已经很多年了哈。我们从刚才的那个短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移工朋友Tini的一天真的很忙碌耶哈。那他的工作其实是看护工啊，正式的名称是家庭外籍看护工。我们会看到他要做的事情就是陪伴我们所谓的被照顾者。好，那也是一个被照顾者很依赖的一个人。你看他做的事情，还要买菜、煮饭，然后呢带阿公看病，然后喂阿公吃药。那因为阿公现在生病在化疗，所以呢晚上他还要跟他睡在同一个房间，才可以照顾他。有照顾病人都知道，其实照顾病人是非常辛苦的哈。可是有没有发现，就等于是他24小时好像都在工作，都跟雇主在一起，就比较没有自己私人的空间跟时间。那像 Tini 这样的状态，其实是台湾很多看护工的状态。你接触这么多的这个学员，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状态？真的遇到非常多，因为140在台湾专门为移工开中文课，然后我们就会调查说，这些移工都是用什么时间来学习？哇，就发现大家都会用很零碎的时间。有些人是一大早起来，他在做早餐之前，然后来学习。有些人是忙到半夜快12点才有时间，而且也不是一个很完整的时间，甚至有人会说他是趁阿公阿嬷下午睡午觉的时候，可能有个半小时、1小时，他赶快来看一些影片来学习。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在第一线看到很多看护工他在用这些零碎的时间，那这个工作其实很长时间、很辛苦的。真的听起来就是那个休息时间非常的零碎，而且可能很短，也不完整，等于是一个没有固定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小荣你怎么看？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是像Tini 这类的东南亚移工，其实在台湾从事是我们劳动性质是我们所谓的蓝领移工。对，那 Tini 它是属于所谓家庭的。个别家庭看护工，其实这一类别跟所谓的家庭帮佣是需要住在雇主家的哦，对，所以他就很难去区分所谓的上班、下班什么时候是休息。那因为这样的特殊性质，所以他是被劳基法排除在外的。所以因为这样被排除，所以他就没有最低薪资保障，跟没有最高，例如说工时最高可以做到几个小时这样的规定，所以很多移工就会是过劳。对，就会有低薪啊，但是工作很累，过劳的状况。是，所以听小柔这样说，是特别针对家庭帮佣以及家庭看护工，因为没有受到劳基法的保障，就等于没有办法去规范他的工时。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移工政策的问题。其实就等于在台湾，我们有非常多从事劳动的蓝领移工。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蓝领移工，如果说他们在台湾工作跟生活，
会面临到蛮多关于这个移工政策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他们在这边的第一个困境——台湾的移工政策。不过这段节目很开心吼，我们可以邀请到这个我们影片中的主角 Tini 来跟我们聊聊天。就因为政策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到现场，我们就利用假日的时间打电话给他。所以我们要来跟 Tini 连线呀哈。那个 Tini 你好，你在吗？阿巴卡巴。嗨，耶 ，Tini，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Tini， 我来自印尼西爪哇。哇 ，Tini 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你聊聊天哈。这 Tini 其实来台湾工作已经13年了，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你跟那个雇主爸爸的感情很好耶。对呀，我现在雇主爸爸把我当女儿对待。哦，真的，我觉得可以这么幸福当女儿对待，也是因为要有一个好的雇主，对，然后也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看护工哈。可是你来台湾工作，听说你的第一份工作只做了3个月，然后你就想要换雇主了，是吗？是啊，我是以看护工的名义申请来台湾的。当我到了云林雇主家哈，还有帮忙种菜。每天早上，我要帮阿公起床、量血压、量血糖，准备早餐的时候，早上7点到晚上7点就到店里种菜。那一年我重62公斤，瘦到49公斤，变很瘦哎，对，种菜很辛苦，因为我工作太辛苦了，想要换工作。哦，但是翻译老师说不能换，他有一直说你忍耐，到时候一直说忍耐，而且我看到台湾中文也不好，不知道怎么沟通。再想下找不到义工朋友，都是台湾人，是阿亲吗？是那个阿伯，找不到可以救的人。后来可能天气太热，还是店里的恶走，有一点菜园突然晕倒了。不久之后，中介才让我转换了雇主。哇，所以其实听这个 Tini 的故事吼，一直要到菜园昏倒，然后瘦到49公斤，他才可以换雇主。所以其实他们是不可以自由换雇主的。对，因为其实台湾移工引进30年，这个问题一直存在30年。那其实要回到台湾引进移工是1992年，那时候的背景是说，在产业类缺工啊，家庭照顾这块缺工，所以缺劳力，所以那时候1992年制定了一个叫做就业服务法。简单说，这就是一个引进移工的一些规定的法。对，那时候制定这个法的时候，其实政府单位是以一个方便管理的角度去做一个这样法的制定，但是它就呈现它可能不合理也不合情。就例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些移工是不能自由转换雇主的。但是它有一个特例是说，像Tini 是雇阿公好了，老人家，例如说老人家往生，或者是厂工是工厂关掉了，渔船主不做了，或者是一些不可归责于劳工的一些的条件的这些理由上面，劳工才可以要求换。像 Tini 的话，他的确他做的工作其实不是他合约里面的工作，可是他就需要去举证，举证就收集一些证据来辅佐他，就去证明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是雇主违反这个劳动契约违法的状况。那我想问一下，像 Tini 这样的状态，在台湾的移工很常见吗？就是你的是看护工，可是你却要去菜园种菜。其实蛮常见，我觉得这是回归到一些台湾人的一些状态，跟或许是不了解吧。因为对于台湾人来讲，会觉得我花钱了，请你一个来家里顾阿公，那你坐在那边休息也是要花钱，我雇主也是花钱请你，所以他会把家里有一些的工作能给他做的工作都给他做，对，所以这些造成说劳工其实做了很多他合约外的工作，像 Tini 的这种家庭看护工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哦，如果你是雇阿公，你就照顾所有阿公的，例如说阿公准备阿公的饭，然后洗阿公的衣服，打扫阿公的生活空间，但是因为他就是
居住在雇主家里面嘛，所以雇主会说，那你全部煮全家人的饭，然后洗全家人的衣服，这是蛮常见的。对，这种感觉比较像是我一个月花了一笔钱，然后请了一个看护工，可是我好像把它变成家庭帮佣一样，而且是24小时，我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就顺便做。帮忙做而已哈，不过我觉得到了现在，的确要重新思考这样的一个人力政策哈，加速的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移工的工作权益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移工的政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困境，他们到台湾其实会面临到语言跟文化适应的问题。我觉得语言就是第一个直接面临到的问题，对不对？没错，就是大部分的移工，就是他来到台湾，其实是人生中第一次出国。所以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刚到台湾的时候，中文完全不通，然后又是第一次出国，非常非常的紧张。如果是看护的话，又直接会进到雇主的家，24小时非常密切的去相处。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一定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然后也看到说，其实语言不通，它其实也会是衍生到背后有很多的问题。对，真的，你想想看，我们好像从国小就开始上英文，然后学了很多年的英文。可是如果现在我们要到英语系国家去工作或是生活，也不是一开始就可以接轨跟适应的哈。我们来问一下 Tini， 你来台湾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语言的不通，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对吗？对啊，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是在云林照顾一位阿公。阿公只会讲台语，那时候阿公一直说假崩，然后我说都听不懂啊，他讲什么？我愣了很久，看到阿公手中的碗筷，才知道阿公有吃饭。还有带着当时照顾的阿嬷到菜市场，我看到一盒番茄，我想向新闻加减，我喊老板，我问他这个多少，他没有理我，还是我发音不标准，他也听不懂。但是论起上阿嬷就会讲台语，我不会讲台语，所以我没有办法跟阿嬷求救，只能往下帮姐默默离开。所以这个是一个连一盒番茄都买不到的故事，我觉得这不只是日常生活，比如像去看医生，也很容易跟医生鸡同鸭讲。日常生活以外的问题，例如说像刚才提到工作的纠纷，如果遇到工作的纠纷，必须上法庭。说真的，如果你的语言不够好，你没有办法精准的表达，或者是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很多人会说有翻译啊，可是你想一下，你听不懂，所以即便旁边有翻译帮你翻，你也不知道他翻的对不对。好，我觉得这真的是语言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Tini 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么辛苦。不过听说这个 Tini 现在已经中文跟河洛语都讲得很好了，那你一开始是怎么学这2种语言的？我一开始是跟着电视的连续剧学台语，用网络影片学中文。不过现在的老板带我去完坡地报名学中文。之前因为疫情线上课程的时候，我现在雇主爸爸还会电铃要上课了，有写功课之类的。好棒哦，就是很像那个家人有没有会督促他上课，而且他就是在 140 上课。听说 Tini 现在就是在那边表现超级好。我们其实有分初级班、进阶班的中文课，然后 Tini 在这边上课以后，因为中文非常流利，对，所以我们就让他回来当小老师，然后帮助这些刚到台湾的印尼人。真的太棒了耶！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分享，也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帮助。不过我们提到的是语言的困境，另外一个就是文化。我们以 Tini 的例子来说，因为 Tini 他其实是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那大家都知道，他们要戴头
头巾，好，你看Tini现在是戴着头巾，然后呢，他们一天要祈祷5次，然后在饮食上面呢是不能喝酒，也不能吃猪肉，不只是这样，在斋戒月的时候，在太阳下山之前也是禁止饮食。说真的，如果我们台湾的朋友不太了解他们的文化，其实就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一个误会哈。Tini， 听说你也是因为这样有遇到一些困难，对吗？对啊，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刚好端午节，老板家每天只多是这种子，老板说有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我是穆斯林，有爆猪肉也不能吃。每次老板给我种子，我都会丢掉，因为我看老板没有办法沟通。有不会讲，那阵子我都没有吃早餐。哇，所以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的让对方了解，所以他反而要偷偷的丢掉，然后饿肚子。我是觉得粽子很好吃，不过要拿掉猪肉，然后拿掉猪油，对不对？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听你问一下哦，你讲到的是吃的部分，那因为你每天都要祷告，你现在可以一天祷告5次吗？一般穆斯林是一天5次祷告，对。但是因为我在台湾工作，是，我都等工作休息的时间还可以祷告，不过之间有一节雇主不会让我祷告。所以你看，这真的就是要彼此了解彼此的文化，然后彼此去包容，对不对？不过听你现在在家里吼，每天那个祷告的时候，还是会帮阿公祷告。我的意思是，你会祈祷阿公的身体健康平安，对吗？对啊，我雇主爸爸很高兴我帮他祷告，他也会帮我提醒我拜拜的时间。爸爸也很好，是，我觉得今天跟 Tini 这样子聊天，我觉得好开心哦，因为我觉得在 Tini 的身上看到一个还蛮不错的、蛮正面的一个故事，然后雇主爸爸也对他很好，提醒他要上课喽，要上课喽，你要祷告喽，要祷告喽。然后虽然工作很辛苦，可是Tini 跟雇主爸爸还是相处得很融洽哈。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说在台湾，我们不管是家庭的需要找家庭帮佣，或者是家庭看护工，我觉得都可以像 Tini 这样的故事当成我们的一个榜样，对不对？哈 ，Tini 非常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聊天，然后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我们希望你的工作顺利，然后在台湾也很开心。那我们就在这里跟你说拜拜喽。谢谢大家，拜拜。阿巴卡巴，阿巴卡巴是问好，Terima kasih，Terima kasih，好哟，拜拜，拜拜。Tini 真的很可爱，好阳光哦，而且我们现在在这里录影，对，听说早上是先去你那里上课，对，然后上完课，凯翔来到这里，然后他就来到这边跟我们连线聊天。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是像是语言跟文化的困境，我们接着要来讨论，其实第3个困境就是避免他陷入恶性的贫穷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凯翔也是因为观察到了这一点，才创办了这个140的学校。对，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在东南亚认识了很多东南亚朋友，也认识了很多从台湾回到东南亚、回到家乡的这些移工，就发现说，因为他们在台湾是做低阶劳力性的工作，那可能做了8年、10年，然后回去以后，其实这样子的技术没有办法累积，就是说他回去以后，不管是他要去开店，或者是他要去找工作，其实都还是很困难，所以变成他又要再回到台湾来工作，一直跟家人分离。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决定说140想要成立一个移工学校，真的像让 Tini 像这样子的移工，可以透过放假的时间来到这边充实自己。除了中文跟一些适应文化以外，其实我们也教一些包含理财，或者是未来他想要回国的时候有电脑的技能，或者是他想要开店有开店的技能，让移工在台湾有好的学习，当然也努力的工作，然后让他回到家乡可以有更好的未来。他也会记得说，哇，台湾帮助了我很多，我的青春年华在台湾这10年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也让台湾
湾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好的形象，也让台湾真的可以变成是一个多元友善的社会。真的，我觉得台湾的移工等于是将他们所有的青春岁月完全奉献在台湾的这一块土地上面。我觉得他们来到这边，他们要面临法规的限制、文化跟语言的适应，对不对？还有蛮多的这个刻板印象。不过我也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展现这样的一个韧性。就像刚才我们的移工朋友 Tini 的故事一样，还有在节目一开始在纪录片里面小朋友访问的那些受访的移工，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来思考跟学习。我想咧，一只国家咧对台语乡音嘅方式，就反映出是甲本性嘅文化嘅进步。了到是乡音咧，乡下来到台湾，使有一啲言语相互来措施。我想一啲是做得看到各式各种嘅面容，合意咧台湾丰富嘅风景。第一是一啲基本嘅红龙度假嘅讲便宜，一啲下摆见。哇，谢谢两位可以来到这边跟我们聊这个移工的议题。我觉得移工议题现在在台湾真的